Hello，我就是在画画。若阿米西米说过个嘛过，啥叫你啥个那么？你叫你个那么？李叫阿米李个那么？秋叫你秋个那么？得么如说个话？我的阿米过过，你愿意吃一片叫么？得么？有说过个的嘛哦？阿么你若来西咋是呢？啥你个叫么的？个么子？是你叫阿米？是你个嘛？么怪里嘛叫米嘛呐？我的阿妈背着你，我带没有阿里那嘎咯，是你专业有，是你带里那嘎咯，别嘛的那些所长你下咯。阿们古代咋那么阿是古代咋米，是你的咋米，里你咋能的，啥你咋那嘎咯？古代啥你咋个的，啥么啥话呢？阿妈背着你，就在那里那边呢，啥个那么阿是你。这么那你蒙古速度皮都在出事呢，啥个呢？啥那嘎啦？俺呢？啥吃那嘎啦？啥撇那嘎啦？别嘛在出事呢？吃我吃你的阿米，啥呢？咋那嘎咯？啥梨花呢？吃你阿妈不着呢？吃你的梨是我那么蒙古我，俺呢梨吃，俺呢梨俺呢梨撇的我那么我比如，苏家里块嘛呢得过吃别是呢，那是的我，这是的可什么哇？花花。